各位同学，让我借用你们的掌声加尖叫，欢迎我们的神秘嘉宾。 裴杰，我要看黑鹰，他再跳一次。陈奕迅吧，他短头发还可以这么可爱。好，那我们用掌声加尖叫欢迎GD524团再度登场。各位同学们，紧张的时刻到来了，投票的时间，投票的环节就到来了。先不要激动，先不要激动，来问一下女生同学哈，来，同学你为什么投票给练习？同学，你支持的队伍是？为什么支持粉红棉花？接下来我要公布今天的首次公演的冠军队伍，就是